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0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邦桥站一个这查甫人骑车，佮哪咧用手机叫警察抓落来，无想到讲伊煞其实配合，佮去弄警察车，造成2个警察受伤。警察着伊，毋但是无驾照，随甲检落去，又佮是接到骑车，移送法办。下班时间，新北邦桥车阵来来去去，警员咧巡逻时阵，发现一个23岁姓陈的查甫人，那骑奥多摆，那用手机行为真可疑。当警方要去搬查时阵，这个查甫人竟然油门吹咧，拒绝临检，想要走去，警方是赶紧约人。警方约大约2公里，这嫌犯伫咧逃走的过程当中，佮弄到警员的奥多摆，造成2个警员切着伤，好佳在送病院是无虾米大问题。危险的场面嘛，全部拢去互经过的民众翕落来。到场支援的警力嘛，随抓到这个嫌犯。于信义路与广明街口发现一名陈姓驾驶违规使用手机。员警上前盘查时，该名驾驶驾车逃逸约2公里后，遭警方成功于四川路拦截围捕。经查疑似毒驾。警方现场对伊做喙烂快胎检验出来是2级毒品儿童面剂甲安非他命阳性的反应。除了食毒驾驶以外，警方也针对无照驾驶、弄红灯，也有骑奥多摆用手机等等违规的行为来开罚单。讯后，警方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伤害及毁损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另针对陈嫌违规部分将另行举发。警政署已经伫咧去年底引进喙烂毒品快胎的试剂，加强执法。食毒驾驶进程也已经正式列入去，以防性期爱事由，执法效能大大提升。统计新措施实施5天，全国因为技术检测也是喙烂快胎阳性去互逮捕以上案件，就有到335件。执法机关是加重力头，向食毒驾驶来宣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食毒赛车、食毒骑车案件是愈来愈多，内政部嘛宣布食毒赛车新制度，若是当场有验喙烂、有验到毒品的反应，就会当当场甲你抓起来，也会当预防性羁押。另外，交通部嘛按算要针对食毒赛车来加重罚。食毒赛车的代志是常常发生。根据警政署的统计，2026年1月到4月查到4725件，比去年同期增加2.7倍，显示食毒赛车问题是真严重。内政部警政署拜二宣布，食毒赛车防治新制度正式上路，要加强毒品防治的力头。降低交通安全上面的风险的时候呢，警政署可以说是展现了相当多的这个量能哈。那同时呢，我们在源头打击的部分也是一样哈。在今年第一季，对不对？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这个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警方指出，这摆新制重点有2项，头一个是引进喙烂毒品的快胎，若是伫现场验到阳性，也是拒绝检测，唔免阁请示检察官，都通伫现场按照现行犯的逮捕。另外一项是配合平诉法的修法，甲食毒赛车列入预防性羁押范围。5月15开始实施，针对有食毒赛车记录、行为异常等等有高风险的人，警方都通甲法院申请羁押。那交通部讲，未来嘛建议加重食毒赛车的处罚，要加重罚款。那我们也会同车连坐罚，那加强强制的尿液裁剪，那也有包括说如果是吊销驾照，我们要重新考领的话，都还要有戒治的一个依据，我们才能重新申领考照。除了新制上路，内政部警政署嘛宣布，会甲交通部、法务部、甲高检署等等机关下部会合作，阻挡毒品的流通，甲食毒赛车的风险，共同守护个人道路交通的安全。记者高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台中拉拉埔购物中心有民众去买运动内衫要试穿，所发现讲这门口的监视器就对准的翕，报警提告。业者表示讲会全面检讨设备，嘛会配合调查，专案是移送法办。民众伫换衫的所在摕手机收证，因为门外有一支监视器镜头，就对准换衫的所在，内底镜用清楚反射换衫的人。有民众指控10八去东区3井拉拉铺购物中心有名运动品牌 Under Armour 试穿运动内衫的时阵，发现运输全部人看现现，要求业者提出监视器画面，却一直拖延，最后直接报警。他非常崩溃，他已经哭了很多遍，觉得他自己被侵犯，因为我只是去换个衣服，怎么会被拍成这个样子？那目前证据都在警方的手上，那我们也确认过所有的东西都被拍，确认是没有穿衣服的照片。
受害民众朋友将经过破网络引起争议，其他人感觉隐私受侵犯，未来比赛时阵会提高警觉。镜头是真的会拍到里面的话，那的确是会。就是会感到侵犯这样。如果真的要换衣服啊，或者是有关于我们自己就是照到我们，可能会再看一下，就再注意一下。有个台湾总代理商是成都国际台中3次拉拉炮店面是家庭经销商动力主席，成都国际声明强调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各全面检视地形店、检视设备翕的角度。3次不动产集团表示配合警方调查，佮马上检视全台全柜设备状况。点头向警方表示监视器是为防止有人偷物件，翕的影像上传云端，但那总公司才有权利看。毋过其他服装店业者讲，防测甲粉丝应检过免牺牲消费者权益。大部分的客人来这边穿衣服、试穿、买衣服，我们就会看他拿几件进去，拿几件出来。一个人不可能拿到很多一堆，顶多拿个2-3件，这样子很清楚。将于店家及厂商到案说明后，依妨碍秘密罪及妨碍性隐私及不实影像罪，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受害民众已经提告，专案依照刑法妨害秘密、妨害性粉丝等罪嫌，将总代理、家名经销商加监视器厂商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一个适度的警察逼出讲，甲真侪报案的女性偷袭。最近，有受害者出面指控，讲这警察甲拐，讲要看空嘴，煞是叫伊烫衫服翕。不过因为这个相片已经开掉啊，所以这案检方是以证据不足不起诉来处分。对着我的臀部跟属膝部还有大腿私密处，就是拍摄了非常多、非常久。偷袭案的其中一位受害者后田目克红怀疑出面控诉，家己案件无得到起诉。高雄一名土城员警爆出伫办案过程当中偷袭几啊名报案女子，高雄 AI 合成裸体相片。高雄地检署侦结了，针对土城男子偷袭6名女子，以违反个资法甲性影像罪嫌起诉。土城男子也互人示头路，不过怀疑指控，伊嘛是受害者，表示迄当时甲男朋友有肢体冲突。报案了后，姓涂的员警到现场处理，用莫影响其他房客的理由将房间门锁起来，佮今仔办案要看有受伤无，乖外里烫衫，做指定的姿势配合翕相。删除手机照片23张，执勤密录期间关闭密录器2次，当天开启手机相簿高达42次。不了解就是我的案情这么严重，然后被判不起诉，其他人却起诉了，被起了公诉，那我的案件呢？天道何在？怀疑不管家己案件上严重，煞互人抬相片证据拢无去，案发到今已经要2档，一直到这个员警互人起诉甲示头路，警方才来甲伊联络，态度散散，目前已经申请再议。另外，土城男子伫案发了后，把伊特训资格调往分局警备队，互人质疑出代志阁有通保头路。高雄市警局是回应讲，检方正式起诉了，就随甲土城员警态度，嘛会派专人继续关怀被害人，提供必要的保护甲协助。性平的教育的话呢，我们还是会督促，就是高雄市警方要按照我们性平教育法或者性平工作环境的部分呢，跟我们的现职的员警做性平教育的教导。对被害者这个警方执法无够精壮，老西方强调会落实性别平等工作法，检讨执法定数，加强性别教育。高雄市警局嘛表示会检讨内部管理机制，追究主管人员的可监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各地拢是侪云好天，过到北部宜兰甲山区可能会落雷公雨，咱来看云图。今仔天气也是真热，在基隆东半部高温是29至31度，西半部是31至34度，南部山区地界可能会热到36度左右。气象署嘛继续针对台南发布高温50灯号。继续来看新报，一个40外岁查甫人4月初去基隆做事的时，去用鸟鼠夹着，为着汉他病毒。这一管事是公布个案的基因定数是少年型的，未发生人喂互人的代志。不过，这接触者的11个人目前是接受监控，无出现相关的镜头。过来，新增加一个汉他病毒症候群本土病例，个案是一个住伫新北市林口的40外岁查甫人。伫4月顶半个月，伊伫基隆做工课的时阵，互鸟鼠去夹着，差不多1个月后出现发烧、四肢无力，才镜头去看医生。所以来，因为镜头无改善，佫一摆去病院挂急诊，经过采检了才确诊，好在治疗了已经好啊。疾管署19公布个案的基因定数是少年型汉他病毒，和之前互咱这幽论的安迪斯病毒无共，未人喂人。
可能是因为接触到老鼠啊，或被老鼠咬伤、抓伤，或者是这个吸入这个食入这个含有这个老鼠分泌物粪便等等的这些而造成感染。那所有病毒是不会人传人的。疾管署表示讲，汉他病毒的症候群是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人类去闻到也是摸到和病毒污染的物件，也是和身躯顶有病毒的鸟鼠咬到伤，都有感染的风险。按照其实几天到6礼拜，破病严重程度，就要看个人的免疫力。若是汉他病毒出血热变性的症候群，致死率会当到1%5。好在个案接触者目前拢无疑似镜头。本局于第一时间启动疫调，匡列11名接触者。目前皆无症状。新北市已在个案住家周边加强环境清洁与消毒等防治工作。因为国内今年加起来已经有3例汉他病毒症候群的病例，拢是小年型的病毒。疾管署强调，会持续针对各大机场、港口等来做相关监测。目前掠鸟鼠检验汉他病毒的阳性率是维持在3%到5%，并无正常的波动。若是发现阳性率变悬，就会要求加强防治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讲到这个今年汉他病毒本土第3例，这新北市政府表示讲，这个案的徛街附近已经完成消毒，会继续监测。因伊上班伫咧家人，这市政府也讲已经消毒过啊，想袂到这工作人员，甲这水沟啊挂拍开时阵，随个看到这鸟鼠个扫过。清洁队员将水沟挂拍开，将鸟鼠可能被水沟底清除消毒。在对大规模清消作业之下，周边面体门旁发现鸟鼠出现。基隆市政府在10日接到通报，境内有汉他病毒个案了后，马上展开防疫作战。出现汉他病毒个案之后，基隆市的环保局从上午开始，已经对市区主要道路展开清洁与消毒，而其中基隆庙口夜市这边是重中之重。接下来也会向商家加强宣导食物的保存和覆盖。观光客真多，不是食饭时间要食面的旁边，当地里长讲，庙口夜市周边伫前一天拄好食例行性消毒，啊，不过很多鸟鼠到粪扫桶食物件，佫未开，以及波多是贴条夜市口的大型粪扫桶。他们比较容易藏匿的地方，然后我们先暂时间环保局这边会协助，先把垃圾桶把它先移除，让老鼠不会有一个藏匿的地方。较真个很大地新北工作场所伫家人，两地环保单位拢锁定特定区域加强清消，最近也搁进行第7摆消毒。发生地也是在本市，这一段期间就会更积极的针对这些作为，然后来彻底执行。已经清消完毕，最近又在做第2次的大清消。其实我们每天都是以环境清洁日、环境大推动的计划。今年第一件本土汉他病毒个案是台北市70岁老先生有鸟鼠接触，因为发烧症状缓升，停百会症新第2个案新北市5月因为发烧，为等到这症状缓升，采检确诊接获其无鸟鼠的接触史。潜伏期最长可以到2个月，所以其实它很难诊断的，大部分都是比较轻的，都是像类似感冒，就是有发烧、肌肉酸痛。目前本土个案拢伫800几生活圈3地加强反向联络，共同防疫。民众若伫公共所在发现鸟鼠活动，或者是饲鸟鼠，当然卡1999通报。台北市的这类情况处服务了，也会针对市场打翻产业者来宣导。若喷桶无甲砍，或者是拔起来暗过坑门口，会照废弃无清理法来开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有民众讲，伊的亲人有纳国民年金的保费，拄啊65岁就过身啦，因为不合规定，所以相关的给付甲年金拢无法度来申请。我有表示这是特殊案例，会搁放定相关的规定。再是《中国时报》，今日5年控清朝总统就任2周年的单位，拍算会讲到守护民主生活、维持台海和平甲经济方向3大执政方向，呼吁朝野爱同面对外部威胁。最后是《自由时报》，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贵传习会当时在场，伊接受访问表示讲，川普向习近平来表明讲，美国对台政策不变，无支持台独。日军545旅较早是执行这战备精纯，模拟中国进攻新的关键设施。咱军是出动分把铁甲车加 M 管 A2T 战车执行保卫任务。在通过期间一定要先期加大车距，然后逐车通过。战车的方面，我们接地压力因为战车透过7颗承载轮释放到所有的路面上，它只一平方公分的接地压力
仅1.1公斤而已。这届训练，中国发动攻击，咱军即时分享情报，6台 M1A2T 战车出发，63栋的战车全部顺利过桥。第六军表示讲，平常时会进行战术训练，针对可能的战场相关的道路，甲会规划出上适当的路线。咱总统赖清德就职满2年的前一天，立法院是发动咱宪政史上头一件总统单核案的投票。那根据这宪法征收条文的规定，要有76位的立委同意，这单核案才会当成立。最后结果是56票同意，50票不同意，单核案无通过。到苗栗县参加被刷墩马祖病院动后典礼，总统赖清德讲到，中央今年予苗栗县的经费加28亿，呼吁县长将当今发挥影响力，推动总预算改图。我没有看到你出来讲请立法院中央政府总预算要过发挥你县长的这个力量，代表我们地方要讲话。总统怎么看待今天立院的弹劾投票？不过同时，立法院咧举行咱宪政史上第一摆的总统单核案的表决，时间点拄伫老总统就职2周年之前。根据宪法征收条文规定，即卖113席立委内底要有76席同意，单核案才能成立。不过目前在野立委加总干来62席。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2年的成绩单，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让全国国人能够看到。2023年赖清德总统开出的4大支柱已经是4大皆空那整天空话治国政见全面跳票。那北党团强调，单核案是为了历史记录，民进党团批评在野将国会加做斗争工具，也过去进场集体投反对票。国人同胞现在在乎的是，大家可不可以一起朝野一起来拼经济，来拼民生，在野党这个拼政治、搞斗争，我想这个是大家不乐见的。开票结果，南北立委56票赞成，民进党立委50票反对，无达到通过砍站。有7人无领票，包含去瑞士一台我参加 WHA 疾病活动的3个朝野立委廖伟雄、陈昭祖、郭玉清，家己欢喜者副院长韩国瑜、江启臣，也有南汇陈玉珍，无党籍立委陈超平。对单核案失败，总统府回应，总统一向光明磊落，坚定带国家稳健向前。可发射提议，应该赶紧审查今年度总预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年底选战，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辛碧阳甲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昨是市场拜票，强调这双北市是竞争合作。因这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吕树川是讲，这双北共同治理早就已经咧做啊，辛碧阳根本就对市政无清无楚。透早4点，天也未光，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甲台北市长参选人沈碧阳2个人头一摆斗阵，和双北的议员一大群人斗阵去第一果菜市场踅街拜票。佮批评讲，国民党提出的双北共治，城市之间就像餐厅一样。那好的餐厅彼此之间其实也是既竞争又合作，在这样互相竞争比较之下，我们端出来的菜色一定最好。我们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才会1+1大于2，这样不叫做双北共治，这个叫做双北共好。2个人拢强调，双北应该是竞争合作斗阵行，拢提出无同的政见，双北才会当共好。我有一点惊讶了因为沈博阳可能不知道双北其实共治了好久，那原则上都做了相当好，所以我想他对市政大概都不清楚。也那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树川嘛把握时间走基站，透早去立营票仓三重埔参加乡亲甲基站干部座谈会，选战愈来愈扯拼，绿空战嘛斗阵行。传出沈碧阳的团队内部有一套 AI 市面之锤，用 AI 去分析1999的中情，要甲蒋万安执政的时阵10大市政名媛分析出来。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
马来反击。如果在他上任到现在2年的时间之内，他有早一点想到用 AI 的手段，他早就可以提出国民之锤来好好的监督赖清德政府，因为他是立法委员，是立法权，他应该要监督他的行政权。新北用就回应，主要是要先做统计，加上各地机关的意见加入了后，才做出区域的差别分析，两边拢互相整合，才当知影市民上要义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川10会拄啊结束呢。这罗西亚总统普京随着去访问中国见习近平，伫咧做进前，这普京也特别录影向中国人问好。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остигл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го уровня. Их особый характер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 атмосфере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я и доверия, готовности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на обоюдовыгодных и равноправных началах, вести уважительный диалог, оказы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поддержку в вопросах, затрагивающих коре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двух стран, включая защиту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普京这届是受到习近平的邀请，外交部长王毅亲身接机。普京甲习近平今日准备第43届见面会谈，针对双边的关系区域稳定交换意见。美国华府智库也指出讲，双方这届也真有可能会讲到台湾。美国加州南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拜一发生枪案，嫌犯2个人开枪了后，拿手去自杀，规案件是当中造成5个人死亡。这警方初步判断可能是受婚犯罪。美国总统川普嘛特别指示讲，要详细调查。规大阵警察包围加州南部圣地亚哥的伊斯兰中心，现场嘛已经有封锁线。当地时间10月晚到11点50分，2个分别是17岁也个19岁少年的开枪，致死3个查甫人死亡。其中一个是清真寺的保全，警方接到报案4分钟内底赶到现场。那伫这中间，伫附近嘛传出枪声。根据了解，是一个剪花草的人向开枪，毋过无着枪。那警方伫附近另外一个所在，发现这2个少年的好亲像是家己自杀，2个拢已经过往了。Because of the Islamic Center location, we are considering this a hate crime until it's not. And at this point, we're going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FBI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matching all the resources that we need for this investigation. 警方派50到100位的警察伫清真寺，也有附近的学校特警来清查，甚至弄门入去，要求附近的民众待留伫咧室内，一直到发现犯案的车辆，也有2个嫌犯的遗体，才宣布威胁解除。那现场的警察无人开枪，因为迄天有真侪家长伫咧学校外口要来接囡仔，警方认为讲向开枪的保全可能是为着保护大家性命，才会调枪来过往。I mean, it's very, very frightening to hear that. Especially knowing that it's this close, to where I live, only a few houses away. 美国总统川普向问到这件代志的时阵，伊讲已经有收到消息啦，嘛讲这件代志实在是足可怕。It's a terrible situation. I've been given some early updates, but we're going to be going back and looking at it very strongly. 根据官方的介绍，圣地亚哥的伊斯兰中心是圣地亚哥上大的清真寺。中心内底有设学校，提供伊斯兰研究，也个学习古兰经的课程。若发生枪击案，详细原因，警察也个咧万过求证。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奈是警告美国，若敢用军事行动对付古巴，就会造成血流成河的大屠杀。另一方面，川普政府最近是强势来制裁古巴，封锁石油，嘛造成当地严重的经济危机，欠粮欠电，已经影响到民生运作。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奈18警告美国，若是对古巴发动攻击，会看到血流成河的大屠杀。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古巴已经为罗西亚甲伊朗摕到300多台无人机，可能用来攻击古巴东部关塔纳摩湾的美军基地、美国军舰，甚至是佛州。古巴是因讲华府当地找理由，为可能会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找到正当性。No one can find just a single statement of the Cuban authorities or the Cuban people saying that they are ready to attack the U.S., that they want to attack
the U.S. 国家海事华府18进一步加强对哈瓦那施加压力，宣布制裁古巴情报机构加9个古巴公民，包括通信部长、能源部长加司法部长。川普政府5月初对古巴提出不有的出境制裁以及2手管辖机制，封杀掌控古巴是指7项经济活动的古巴军事工商集团，加古巴往来的外国银行，会去予美国直接封杀。司法部官员嘛讲，预定20对高龄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楚提出刑事指控。另外，川普政府推出的石油封锁，嘛进一步增加古巴本来就真严重的经济危机，包括粮食欠缺、药品不足，也有长时间的停电，连高等教育都有影响。学生靠充电的倒电知识作业，用土炭滴煮咖啡。原本各大学临时转线上教学来做运用，但过无电无网络，根本嘛做袂到。Por eso se necesitan de muchos guías, que son los profesores, que todo ese conocimiento poco a poco en las clases te van enseñando cómo apropiarte de él para ejercerlo, ¿no? Como un diseñador, a pensar como un diseñador. Y eso realmente en la modalidad a distancia es bien complicado. 面对古巴的生存危机，墨西哥政府为2月份开始，已经5解提供予古巴人道援助，18天，又有一只墨西哥商船运来1700吨的人道物资，其中包括专门提供予古巴儿童甲老人的面粉，也有豆仔类的食品，希望会当暂时解决当地真紧迫的困境。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日本 Tokyo 西部山区有人发现一具尸体，顶半身已经无去，可能是去熊夹去的。经调查，可能是爬山发生意外，也是遭遇到熊攻击，才会造成不幸。非洲民主共和国南苏丹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例，附属国家巴林宣布禁止这3个国家的旅客入境，禁1个月。泰国内阁会议正式通过签证的修正案，取消60天的免签证的待遇，30天免签证的国家会减少到54个，可能影响到台湾。详细名单搁来等待公布。继续来插播上新消息，来看到拄则伫咧9点11分到9点14分左右，台东县的近海是发生2层4.8加规模4.1的大地震，上大震度伫咧台东4级。继续，咱来提醒这观众朋友，就来注意这防灾知识。那当然看到咱国内这台南市是发生重大意外，昨一间眼科诊所一个负责摒晒员工坐这载货电梯时阵，煞去互夹掉咧，当场死亡。到底是安怎发生的？详细是搁爱调查。也因为讲这个电梯无登记，这工务局已经下令暂停使用，刑罚30万。诊所铁门有一半公告今日公休，警方由防锁线现场干那村员工监视人员。这间在台南的眼科诊所19中昼发生死亡事故，诊所负责清洁的60多岁女员工坐货梯为1楼到2楼时阵，不明原因和电梯业掉当场死亡。在清洁内部环境时，疑似不明原因，货梯由1楼升至2楼时，导致清洁工的身手分离。经调阅现场监视器，未发现其他人为因素介入。伊也无人发现到。是伫倒位搭下无人发现。2楼啊，伊就拢爱家己安尼摒扫无。警方初步排除其他情为间接因素，报称检察官上验遗体，暗过代志发生时阵传出真大声音，是毋甲设备各种有关系，爱去调查。有我推啊，伊讲打我尔，有我讲打我。伊个准时的维修嘛吼。死者用的货梯是简单型栏杆门电梯，是白铁的材质，宽200公分，宽100公分，有一片100公分的门片，内外拢有控制面板，甲传统全模型客货电梯无同，而且起火派人检查，佫发现电梯无电气列管。本栋建筑物设有2台合法升降设备，均有按期申报保养，但出事的电梯经初步确认为未申请之货梯。市府表示，这个电梯无伫列管内底，会照建筑法罚使用人30万，佮要求停止使用，也将使用人移送法办。除了追究行政责任以外，检警也查明发生这代志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
各位看进前，台北市密室解谜员工扮鬼去绳仔锁掉的不幸死亡，引起社会关注。客栈34间的密室解谜，有12间的消防安全系统有问题，开15张的罚单，罚104万。也有密室解谜附近的住户反映讲，在暗时拢有噪音的问题，相关单位都要赶紧规范。暗时10点外，伫楼梯遐赶快会当听到密室解谜传过来的笑声和话语声。迄个时间就伫咧今年的3月，是伫咧中山区一个伫咧上市区的业者，最后批评讲这噪音的问题，互人真困扰。因为这种情形已经持续2年啊。他们可以吵到半夜11点、12点，低频噪音，甚至地上会震，弄到我有一阵子快要发疯。我要求助精神科医生。环保局都有来了解过，来测过分贝以后，我们都是属于在安全的分贝内。那楼上的住户我们也去问过，说都没有太大的噪音，那只有部分的住户可能太敏感了，声音会觉得比较大声。实际到这间密室解谜，会当看到大门顶管有大讲，请人客伫10点以后降低声音的广告。民代表示讲，业者设立伫上市区基本上是合法合规，但是相关监管营业的态样，政府应该互业者有规范好遵循，消费者嘛较会当安全消费。文化局伫顶礼拜6礼拜嘛联合下局处，针对34间业者全面稽查，结果发现有12间有消防安全等相关问题，开出15张的罚单，拢总罚104万。另外有9间是无符合土地使用的分区管制，以上都发局裁处。这个14家为住宅区的这些业者会进行一个联合的稽查，今天已经开始。这个礼拜会尽快跟这个相关产业的那个协会来做一个了解，看政府是要怎么去辅导，然后协助他们做改善，然后可以确保这个整个产业发展跟民众使用的公安的问题。文化局强调讲，市府伫稽查的时阵，嘛要求所有的业者应该较紧完成公共意外责任险的保险，来保障生的人含因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平缓消息来看，高雄仁武一间冷冻食品行，2004年封查到讲，甲过期的肉改票啊，卖互饭店甲餐厅。检方是拢总查扣12档有问题的肉，不过是因为这细正的负责人唔承认，佮脱产想赔偿，这检方是起诉，建请法院甲判重刑，罚500万。高雄仁武这间厂房铁门关条条，顶下骹蹲真侪地冷冻肉片的空篮，拢无看人咧出入。隔壁员工讲，已经1年外无看见开门做生意啊。这是一间冷冻食品行的厂房，因为细只的负责人翁仔某涉嫌甲过期几多年的肉片改票啊，佮卖互饭店餐厅。叫我头地检署伫113年7月发动敲催，拢总查到12档外过期肉片。检方表示，业者防长调所不承认罪行，甚至佮脱产都责任，19情节起诉，建请法院判重刑。检察官执行搜索后，移转名下台湾银行账户内的现金700多万元，规避司法机关的查扣行为。请法院就被告从重量刑有期徒刑8年以上的刑度，且不得给予缓刑。检方表示，业者涉嫌用俗价去大量收工特别过期的肉，然后等下改票啊，难伫咧正常的肉片转卖趁乌心钱。鸡肉、鸭肉、猪肉，逐项有。业者坚持肉放咧冷冻会使延长保存2年，不止个检方查到的肉，唔但过期2-3档的，阁有过期14档的牛肉。有医生表示，已经过期的肉就算煮熟去食，冇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危害。其实它里面营养素已经消失掉。最重要的是，这种冷冻的过期肉品，其实很容易受到环境中的微生污染。你一旦退冰后，容易受到环境中微生污染，所以就会有食物中毒的风险。检方表示，虽然无扣到业者银行口座的现金700多万，不过有另外查扣2间厝甲6笔土地。除了建请法院判重刑以外，冇求处500万的罚金。另外过期的肉片拢总12档外，嘛已经全部没入。记者柯家族邱阳高雄场报道。来看宜兰火车头后站的这停车场，有民众是指控讲，干那停车11分钟尔，所以收1点钟的钱60块。这县政府嘛，稽查发现讲，这停车场的登记证已经过期超过半年啊，正要求停业罚3000块，若佫违规，会当连续处分。车驶入去停车场停11分钟，随着驶离开，掠准讲唔免纳钱，煞去用算1点钟60块，这互车主实在是做袂爽嘞。停车人离很远，对不对？我只能看到那个
半小时30元那个大字，那等于他骗我进去之后，他才跟我讲，他下面很小字有写1小时起跳。这是在宜兰后火车头的停车场，最近发生一个消费的纠纷。停车场表示，现场拢有写，头1点钟就是用1点钟的额来算，啊，不过车主表示，这写了伤细字，根本看袂清楚，气甲铺上网络。不过，官府到现场稽查，发现停车场伫去年10月，停车场的登记证都已经过期啊，违法营业超过半冬，所以要求因来马上来停业，嘛依照违反停车场法罚3000块。经过我们查证，这个停车场的登记时间已经逾期了哈。那我们查证以后，我们会依法对停车场的经营者处罚。不离过这间停车场到单，也搁咧营业嘛，有袂少民众去遐停车，因为这个停车场就正挖近火车头，所以真侪民众都要去停。那部分的民众就希望讲，官府应该要赶紧辅导业者合法。非法应该让他赶快合法化吧。当然，如果可以，当然尽量合法会比较好。官府即马讲业者若无要停业，若准搁接到检举，就会去稽查，继续罚钱，而且会使一直罚。若是宜兰县府的消保官就表示，依照消保法的规定，这字就要写好清楚，嘛爱互人看会到，介绍是安怎，嘛爱互人拢知影，才袂发生争议。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高铁要探宜兰，这综合规划甲环境影响评估已经通过审查，等待行政院核定，上紧2036年才当完工通车。不过有民团是公布一份民调，超过60%认为讲这直铁才当解决目前的交通问题啊，免起甲高铁。高铁延伸到宜兰岸，当咧等待行政院核定。未来南港到宜兰新站大约20分，路线大约60.6公里，建设经费3521.8亿。过去铁路局对沿线民众进行调查，显示开发案得到当地79.6%的支持。原因主要是交通较利便。不过民间团体委托顾问公司进行调查，结合电话访问，甲实际到宜兰大溪、宜兰市罗东3大场站进行实体问卷，纳入直铁甲高铁方案比较了，超过60%民众支持直铁方案。在政府的民调里面，那个民众作答的时候，他所知的资讯其实是不足的。这个我们在过去一直有强调说，我们的这个高铁一直都有资讯不透明的问题。我们可以全面性看不同区域的民众对旅运的需求，然后我们要同步的去思考，不同的旅运它基本上所提供的方便性到底是什么？学者分析数据反映，民众评估交通建设的时，更加重视利便甲好转车，会当提供政策的讨论，纳入无共旅游方式甲符合民众的需求。经交通部长何振旦指出，高铁延伸宜兰岸决策的理路是新定案，再个补定数高铁单点转型模式，唔那无法度解决宜兰交通问题，搁何在地发展实行？宜兰最可贵的就是它有很早以前它就有一个均衡的城乡发展，那么现在你反而把它集中化以后呢，造成整个大家都要做2次转乘，以及在开发上面剥夺了其他地方的机会呢。高铁延伸宜兰岸一直受到质疑，铁路局回应，计划相关的数据由专业团体评估，规划申告所列的总经费已经纳入基地建设甲车辆购买的项目，呼吁各界提出具体正确的数据来促进公共基地良性的沟通。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宣布推动0到18岁专庭支持方案，幼囝假会当延长用到囡仔6岁，分产假甲陪产假合理化。后礼拜议会讨论，这劳动部嘛表示讲，新增假的假薪水是政府负担，也会规划相关的补助甲奖励措施。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个小甜点。提发高修道院电路可丽露行政院长杜英泰讲，可丽露代表电小事物，而且需要耐心、花工加专业的电路。到那亲像行政院施政的同时，会电小国人每一种资源。19行政院举办5日抗记者会，为了因应囡仔愈生愈少，杜英泰宣布要推出0至18岁专庭支持方案，为生育、养育到教育3阶段减轻家庭负担。弹性的育婴假会升级为育儿假。到6岁之前都可以适用。另外，我们会推动育婴住宅的减税优惠。行政院研究假会当调整的幼婴假升级做幼儿假，适用年龄延长到6岁。另外嘛，包含产假延长等同齐检讨分假、产假甲陪产假制度。整体方案2028行政议会讨论。劳动部表示，新增假的假别薪资成本由政府负担，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给申请的替代人力补助甲奖励措施。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我们也争取经费
跟预算，那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育婴假基本上就是要回应这些有可能在育儿过程当中非常临时破碎的照顾需求。那可是这样子的照顾需求不会只有到3岁，其实一直到学龄前，甚至延伸到可能8岁低年级、国小低年级都有这样子的需求。民间团体讲，由于论性要有更加多元的政策调整，除了针对小资女化提出对策以外，对应台表示，明年最低工资有可能突破3万，佫强调会针对公共教育调薪进行思考甲研究。经过听取了后，希望会当回应社会期待，让公共教育甲劳工的生活更加安稳。记者采访报道。面对中国强势中文企业科竞争，咱就要避免台湾失去文化危机权。有业者就认为讲，就要补助甲出版品转换做互 AI 读有的资料。嘛有工会团体是认为讲，要建立一套合理的、大家有资产、有利润的机制。全球对 AI 竞争的局势，真侪国家也拢开始发展主权 AI。目前，赖政府提出 AI 新10大建设计划，要投入440亿。立法院19有邀请出版社来讨论，看是毋是有机会，互咱的出版内容将做训练台湾主权 AI 的优质资料库。有业者强调，内容是有价值的，商业授权要分互有路，避免一概买断，嘛要帮助出版社处理出版品转换做 AI 读有的资料。训练的授权应该是一个层次。怎么样去计价这件事情？第二件 RAG 的授权，我觉得应该是第2层。第3个是 API 的授权。以后这件事情，它可能真的不是人在授权，而是机器跟机器之间自动授权的对接。我们不希望是一次性的收费。政府呢可以建立一个所谓出版 AI 的授权清算中心，有一些中小型的出版社是难以去做这些事情的。那可能在这个内容的授权上面会以大型的这个出版业者为主，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它对于台湾的文化内容的代表性就不够。业者嘛有提醒讲，真侪中国电子册以简体转做繁体的方式入来台湾市场竞争，那准备做主权 AI， 用当地法规甲补助拢要有限制。另外嘛，媒体工会认为，要徛伫内容工作者的角度，建立一套合理的分利润的机制。如果大家可以谈好一个模式，一个授权，一个很细致的一个可以确保让所有的内容的知识的产制的劳工跟他经营者，也就是各位，都可以拿到一定的分润的话，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保障。那对我们来说，知识在取得或在产制的过程，它会因为 AI 的时代变得更加的珍贵。针对这项讨论，各个会讲愿意用科技预算甲司法部同齐开发工具，互出版内容通轻松转做 AI 的资料库。文化部是表示愿意支持合理授权和利益回归的机制，不过授权范围和模式等等，要搁爱详细讨论。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英国国际布克奖公布台湾作家杨尚祖的创作《金陵翻译》的长篇小说，台湾万有录摕到大奖。And our winning book is a shining example of nuanced, layered, sumptuous storytelling. 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 by Yang Chongzi, translated from the Mandarin Chinese by Lin Ping. 纵观台湾文学史，100年来，我们其实不断地在探问：台湾人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台湾人想要什么样的国家？时至今日，台湾漫游录也加入了探问这个问题的行列之一。能够以台湾作家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今年国际布克奖的决选有6部作品，杨尚祖的小说《台湾万有录》写1930年代日本时代，写10年的历史，写身份认同，介绍台湾的好食物。2024年先摕到美国国家图书奖，今年搁再摕到布克奖，也是唯一一部亚洲的作品创下新纪录。有真侪女性甲面抹乌伫咧中正纪念堂头前发起污名行动，呈现这白色恐怖、这惊吓的记忆。这灵感是对这228的受难者破木机遗失的查某囝判刑雪的故事来的。民团是和政府甲519白色恐怖记忆日定做国定假日。我已经变装啊，面拢认不出啊！一个女性甲面抹乌，伫上镇围宽的中正纪念堂头前，用舞蹈透过污名行动，呈现对白色恐怖惊吓记忆。
这个行动的灵感是为28受难者破无机医生的查某囝破音刷。伫少年时期，因为老爸和国民政府枪决，长期的创伤，互伊家面剥乌，暗砍身份的方式保护家己。破音刷的小弟破信行嘛徛出来，希望后一代唔通甲这段历史放袂记。我嘛有后代嘛，所以我都爱徛出来，我爱徛出来。我拄则讲哦，历史会使原谅你。袂使袂记。现场嘛有受难者黄文强医生的查某囝黄春兰出来做见证，伊讲希望愈侪人了解政治受难者所经历的历史伤痕。那我希望越多人了解，然后他们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受难家族都经过这么久了，讲起来还愤恨难平。黄文强是高雄路德头一个气科医生，伫1952年互人逮捕，背后国民政府枪决。那即摆和平行动是50外个民团共同发起的，都是希望社会看到维权时期，毋但男性受害，有真侪女性同款受到白色恐怖的迫害，煞无听到因的声音。有一群女性的身影和故事，长期被消失、被漠视。她们是女性政治受难者，这一段伤痕历史，她们所遭遇和承受的苦难，往往不少于男性。兵团呼吁政府就要把519白色恐怖记忆日放入去纪念日、甲祭日、实施条例定做固定假日，重视台湾的历史伤痕，推动转型正义，定出明确时间表，才通深化咱民主的韧性。记者吴正阳、王志刚台北报道。古水的河狸的造水坝是因上接出现现象，但法国人就甲这河狸来学这造水坝的原理来治水，希望伫咧极端气候甲天灾愈来愈接发生的时代，会当减少做大水灾情。长期以来，河狸伫欧洲农村被当作麻烦制造者，因客家作物甲破坏乌送掉。不过科学家发现，河狸其实是真天才的建筑师，因起的水坝原本是为着防范要掠食因的动物。建造安全的小水穴，可以亲像天然的减速器同款，巧妙来降低大水的冲击。法国当局伫西南部的来自河谷学河狸治水，起6道的洒水坝，当作防范大水的头一道防线，结合河狸小水坝甲海绵方案做伙进行。Kevin is digging the very first ditch. It's a narrow channel. When water washes down the hill, the ditch will block its path, giving it plenty of time to slowly seep into the ground, rather than flowing its course down the stream right below. 沙来因高瓦也有河狸水坝迄个位啊，种1000丛的树啊，打算利用树根来斗3工吸水，甲水流掉咧。当时科学家也装设探针，继续来监测地下水位的变化。这规个细块目标是真明确。雨水慢慢啊渗入去土骹，甲伊流起来。但科学经验中时，这个一点一滴流进去河内底，达到防大水一个抗旱的效果。We've had some storms, nearly 250 millimeters of rain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I checked on my crops and the soil hadn't moved. There were no mudslides. 随土石流减少，河水污染也慢慢下降。监测显示，当地水质改善，但含量降低，治水开始有效果。这段欧洲每年因为大水也个可发损失达到200亿欧元。为了降低损害，欧盟伫法国、德国、希腊3地启动试验计划，其中伫法国的来自法国，4年投入200万欧元减灾。这套小成本高效益的模式，若正式成功，未来推广到全欧洲。国际新闻，咱新闻编译。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3度至33度，中部地区23度至33度，南部地区23度至34度，东部地区22度至31度，大岛地区22度至2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